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又翻到嚟賽馬投資頻道。今晚咧4月23號咧，快活谷咧又有賽事啦。上一期咧就冇拍到片上 YouTube 嘅，希望大家咧都多啲支持啊，俾啲 like 啊，分享出去。你哋嘅支持咧就係我嘅動力啊。今日咧就繼續推介兩筆win 俾大家參考下啦。上翻4月20號咧，我哋個付費頻道。嗰日咧，我哋就提供咗兩個馬房咧，就叫啲會員留意嘅。分別咧就話蔡約翰啦，同埋羅富全。兩個馬房咧都做咗呢個騎師王練馬師王㗎嚇。兩個攞咗平頭嘅分數。兩個分別咧都攞咗兩個 win 一個 Q 嘅。阿蔡攞咗頭場咧大利好運同埋第8場嗰隻得心之餘啦。另外咧就一條 Q 就尾場嗰隻至尊高超。而羅富全咧亦都係一樣啊，攞咗兩個 win 一個 Q 嘅。分別呢個尾場嗰隻南區之星啦，同埋第7場嗰隻天天同略。另外咧就天天灑落咧跑翻個第2嘅，即係2個1 Q。兩個咧雙雙都攞咗個練馬師王啊。跑馬有時就咁簡單㗎啦，你捕捉到呢啲馬房嘅動態，出嘅日子咧，基本上咧你揸住呢啲馬房咧嗰日咧加埋入你自己嘅心水裏邊咧，咁可以大大咁提高咗你嗰個命中率㗎。另外咧嗰日提供兩匹嘅心水 win play 啦，分別頭場咧大利好運，順利就開齋贏馬啦應該嚇。至於另一匹嘅心水咧就火焰閃爍咧就跑唔出嘅嚇。至於我哋嘅 AI 模型3馬法咧，範圍馬咧嗰日提供咗9場賽事嘅，分別咧就有4條 Q 啦、3條單 T 啦、2條4連環啦，仍然咧就非常之穩定。呢場咧就中咗條 QT 啦，就係快活英雄啦、威武年代啦同埋喜尊龍啊。去到第6場啦，呢場就 QT 4連環中啦。頭馬嗰隻咧就係加州動員啦，臨場咧就落飛。另外咧跑第2嗰隻遙遙領先，條 Q 派你192蚊。另外咧單 T 做埋啦，11號和平波跑第3嘅781蚊嘅單 T 都算好分。另外4連環咧就有目共賞跑第4嘅，4連環就冇單 T 咁好分啦，251蚊。去到呢場泥地賽事啦，呢場中條 Q 啦，得心之餘蒸蒸日上啊！到尾場啦，尾場咧 QT 4連環中啦，頭馬嗰隻11號南區之星跑第2嗰隻至尊高超，跑第3嗰隻紫荊歡呼，跑第4隻不同世界。嗰日咧我啲 member 咧都有斬獲㗎，第一場已經中單啲啦呢位 member。買咗一個複式組合啊，7隻馬，大利好運、富裕君子、馬有運同埋嗰隻呢度中咗條單 T 啦，都幾好分㗎，因為富裕君子同埋隻馬有運咧都係冷門嚟嘅。呢個另一個 member 咧就中幾條飛嚇，就第一條飛第6場啦，呢條單棍啊連日為至 Q，買咗600蚊落去嘅，收到7425啊，就呢隻遙遙領先搭嘅加州動員啊。另外咧就係呢個複式嘅3重彩啦嚇，第6場嘅。遙領先加州動員雙膽，拖咗一紮嘅腳啦，就20蚊注落注咗1080蚊，收咗6894蚊嘅。但係咧第3嗰隻馬都有㗎啦嚇，嗰隻係和平波啊，雙膽。另外咧就4重彩複式馬膽都係呢一場嚟嘅，就有目共賞，遙遙領先加州動員3隻膽，複式4重彩啊。拖咗一紮腳啦，當然都中㗎啦和平波。3蚊注落注咗576蚊，收咗3220幾蚊嘅嚇。另外會員咧又中呢條單棍啦，遙遙領先加州動員買咗500蚊㗎，1000蚊落注，收咗12300幾蚊嘅。我哋呢個賠率範圍馬咧都滾存咗超過1280場賽事㗎啦已經。而家命中率咧仍然中 Q 咧都有50以上㗎，50.55嘅。而中單 T 咧亦都有30㗎，30.7。4連環咧有15.23㗎。而中 Q 咧個平均派彩咧就派到218.9嘅。另外單 T 咧就440蚊啦。另外咧就4連環咧676蚊㗎。所以咧我哋有實數據支持㗎，唔係亂噏嘅嚇。中咗彩之後咧，我哋會 mark 翻晒啲派彩啦，做翻個平均數。我哋咧基本上咧呢個數據庫咧都係用一個賠率嘅數據啦，呢個版本啊，將即場嘅賠率啊，我哋入晒之後咧就將一啲馬匹咧就跌咗落我哋嗰個範圍裏邊咧，好似呢個範圍，譬如假設啦，
咁啊已經出現咗3141匹馬㗎啦，咁而有2775匹馬咧係入唔到嚟三甲㗎，入唔到去三甲機率咧成88.38㗎。另外呢一個機率咧亦都有84.96㗎，咁啊但係出現嘅馬匹嘅數目咧就1875匹，另外咧有1593匹馬咧係入唔到嚟三甲嘅，咁至好似呢個咁樣，亦都有91.67㗎，嗰個機率都幾高嚇，入到嚟三甲。咁另外呢一個啊93.97啦，咁一路碌過去咧，我哋有好多個數據咧支持我哋將嗰啲馬咧剔咗出嚟嘅。咁啊，憑住啲咁嘅職場嘅數據咧，我哋將啲馬剔咗之後咧，咁啊剩翻5匹馬咧就即係發俾啲會員嘅。咁而家應該到差唔多季尾啦嚇，如果大家咧就今季咧到目前為止咧都係冇乜進展嘅話咧，咁可以參考下我哋5匹嘅職場範圍馬。咁而家咧我哋季尾咧都希望多啲朋友試用啦，咁我哋會推薦一個試用嘅方案啊。咁啊試用方案係咩咧？咁啊可以試用3次啊嘅賽事日賽，即係3次嘅賽事。咁咧我哋收翻你咧100蚊嘅服務費。咁啊3次賽事，如果大家覺得好嘅，咁亦都可以考慮啦，參加一個長遠嘅計劃啊。咁啊如果有興趣嘅，參加我呢個試用計劃，咁啊3次賽事，咁我哋收翻你100蚊嘅服務費。咁有興趣咧，你可以加我 WhatsApp，咁啊電話咧係90324808。咁啊講翻今日咧就星期三嘅法官賽事啦，咁啊推介2匹馬俾大家參考下啦嚇。咁啊揀第一場嘅，咁啊呢場1號啊，呢個5福星，咁啊而家先大滿啊，咁啊3.1倍1.7為之。咁呢場咧就係5班嘅千二啊，咁啊其他有啲馬有飛嘅，包括4號嘅幸運傳承啦7.8倍，咁另外咧就8號嘅聖神威啦7.2，同埋12號嘅萬事靚8.7倍。咁啊，首先過嚟睇睇呢幅圖啦。呢幅圖咧，先睇個捕捉形勢先啦。馬會預計呢場係中等捕捉嘅。咁啊，放頭馬咧有2隻木火同名，同埋一隻年年勝利㗎。咁啊，2匹馬會相當喺前邊。咁啊，一隻就排咗6檔，一隻排7檔。咁啊，年年勝利咧就會着數少少啦，會埋到欄啦，貼住跑。木火同名咧做咗第2針。咁啊，我揀嗰隻5福星咧就會喺呢個位置啊。跟前咁啊守住第2針㗎，咁啊3-4位之間。咁呢隻馬咧今次落班啦，咁啊加咗19磅135磅，咁係一個半腳石嘅當然。咁但係咧落咗個班次咧，照計呢隻側身馬咧4歲，咁啊雖然跑到而家嚟講咧都未曾打開勝利之門啊。咁啊最近咧都喺泥地咧就連番都上到名嘅。咁其實草地咧喺4班咧佢都曾經入過 Q 㗎，咁啊喺4班，咁而家喺5班，咁啊當然個磅會重啲啦。咁但係覺得呢隻馬咧，照計咧就唔會差到5班你贏唔到馬㗎。今場咧就一落班，咁啊仍然田打安騎啦，但係我嫌勢都幾好跑嘅，4檔起步。呢隻馬咧亦都會係有少少前速啦，但係唔係好鋭利嗰隻啦。咁但係咧佢末段咧又有一個加速能力嘅，咁所以場馬咧有正常嘅步速，木火同名啊，年年勝利喺中檔起步 cut 埋嚟之後咧，咁啊如果鬥慢嘅可能佢都着數㗎，因為佢會跟翻前少少咧，而末段嘅爆炸力都唔差嘅。咁啊喺度5班咁啊對住啲弱旅咧，咁我諗都有機會咧開齋贏馬啩今次。咁我覺得對手咧包括聖神威咧，同埋呢啲萬事靚啊，或者年年勝利嗰啲啦嚇。咁啊3隻同心咧都唔係唔好，但係咧今次咧就會俾人頂咗出邊啦，因為12檔起步咧都幾難跑啊。咁啊唔知阿巴度點發揮啦，咁啊只要好夢幻嘅發揮先可以贏到馬㗎咋。咁啊揀呢隻5福星俾大家參考下。咁至於第2匹嘅推介馬咧，我就揀第3場嘅4班千二啊。咁啊呢場馬咧亦都係出馬12匹。咁啊有啲飛嘅馬包括運來5寶啦7.2倍，萬象興8.2，精英9.2。咁啊非凡時刻呢隻初隻馬3.2倍大滿啦。另外12號嘅電信驕陽4.3倍。咁呢場嘅推介馬咧就1號呢隻運來5寶，呢隻馬而家7.3倍啊，咁我覺得個值博率比較高少少。咁其實咧就推介呢場馬咧，我諗都係喺1號同12號裏邊揀嘅啫，或者最多就揀埋喺7號。咁但係咧，我覺得呢3隻馬咧，如果計穩定性咧，1號咧就比較穩定少少啦。咁啊，雖然呢啲馬咧係重磅啦，但係今季咧都已經係連番咧贏咗馬㗎啦喺呢個路程啊。咁啊，今次咧守住個2檔咧非常之好跑。咁啊睇睇馬會幅圖啦，呢場馬。第3場，咁啊馬會預計場咧冇步速㗎，中等偏慢。咁啊初出馬非凡時刻有一定嘅速度嘅試閘，咁啊試閘嚟講咧，我覺得佢個水準都唔錯㗎嚇。咁啊睇下會唔會一出即勝，排咗落檔起步，咁啊 cut 咗埋嚟之後咧，可能都會拉翻埋少少㗎啦。咁啊守住內檔嘅馬包括有陽光寶貝啦、電信驕陽啦、
呢兩隻馬會跟住喺2、3位，咁啊形勢如果係中等偏慢步速咧，呢啲馬就比較着數啲。沙張金剛就喺2碟啊，咁啊都係喺7檔起步，咁啊另外咧運來五寶我推介呢匹馬咧都係喺2碟，咁啊守住喺5、6位之間啦。嗱呢隻馬個爆炸力都幾強嘅，如果中等偏慢步速咧對佢嚟講都唔會話十分差嘅啫。咁啊有咁啊7點幾倍賠率，加上咧就呢場馬咧都其實實力馬都唔係好多啊。咁啊，推介呢匹運來五寶俾大家參考。再過呢邊睇睇啦，我哋嘅分段時間啦，呢隻馬咧440同埋501場次咧，其實佢雖然上唔到名啊，分別都跑第6、第7啦，咁但係其實佢最後800米嗰個分段時間咧都着咗紅色字嘅，咁即係話隻馬咧個水準都比較偏穩定，可能個磅位啦130幾磅咧擲住佢啦，咁但係今次咧就個檔位咧比上兩次好少少啦，咁啊上兩次都係跑第8檔、第10檔啊，咁今次咧2檔，希望個檔位可以幫到佢啦，克服嗰個磅重嘅問題啦，咁啊就推介呢匹馬俾大家參考啦。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啲為止啦。咁啊，如果喜歡我頻道嘅，可以撳一撳訂個掣；喜歡我哋片嘅，俾個 like 我哋或者 share 出去。咁啊，多謝大家支持。